聽講而家黃金升到發發聲，即刻喺籠底揾翻我啲可兒寶貝出嚟先。23年嘅時候我真係好迷佢哋，佢好 Q 啊！但係呢啲款只有淘寶有，搞到我都驚驚地啊！趁住而家金價升，我就即管攞去睇下佢係真定假啦。之前喺深圳見到有部機可以檢測黃金，又可以回收。如果真係測到係假嘅，好似都冇入鋪頭咁尷尬，我一於去試試佢啦。我衝到部機度先發現，原來呢部機都係有人幫你噶。接下來小雅給黃金檢測含金量，大概要1分鐘。話俾你聽係假嘅。那如果是假的黃金，它會怎樣？它是就是顯示含金量不足，然後退出來。咁耐嘅，係咪假㗎？都是同一批的，是嗎？不同時間買的。可是我在淘寶上買，我就有點怕。剛出來了，這裡沒問題。竟然買都係真嘅。總之我嗰陣時買多啲啦。初步檢測完之後 OK 嘅話，佢就攞嚿金去用啦。呢粒鼻屎，得好似咁。鼻屎都大過佢。哈哈，鼻屎雖小，但代代平安。我嗰陣時喺淘寶買一個就696蚊，528蚊，加一個盒子得753蚊。我買咗嘅總數係1977蚊，即係總數我賺咗1903蚊。諗起就開心。今次我嘅拋進，我怕我破產，跟住隔離係食包心切。